精神吼，啊为着要读这个时，伊就摕晓读，拢去问牧师、问长老执事，啊遐个人拢来讲，你读迄无用啦，你读迄无用啦。讲实在，伊读出来了，伊嘛毋知影讲读了有用无用，啊因囝电脑足好，囥去网络面顶，讲我有一个台语圣经新旧约的啥物啊，啊阮新闻也是去甲阮雷达伫找嘛，啊叫阮找着，讲哎，阮要来，啊就摕来了后，啊阮就就甲发挥起来。啊，拄啊新加坡有一个因去开发即个，因嘛找无台语的，因为台语的需求足强的。咱福音传入去中国，下门漳州、泉州遐个人，文化大革命，因拢无读册，因无法度读圣经，可惜。所以叫你讲我听，伊足感动的啊！好呀，啊呀，啊！我搁所有圣经面顶一节一节有白话字，啊有汉语，搁有声，你袂当随读。啊，所以阮迄个圣经哦，看起来搁来爱讲第二摆搁来。迄圣经，阮有互你读对照的吼，会各种版本会当对照来读，英文版啥拢有。迄个后壁你若有看到读经，你甲试落。迄节圣经就读互你读，哦，啊中集当然你若无时间去创，你就是买这啦。你中集要思维进前，上好是先听讲啊，怎读台语啊，怎读到好死。OK， 我讲伤济哦，我小请问有啥物问题哦？福建，咱有遇到传福音，哦，咱无需要去人坚持的，哦，迄汉字嘛毋是咱的字，莫讲啦，你即间是在讲白的，我唔知啥物。哦，对，文言文、白话文，对，还是我的白话字。OK， 台语的白话字比五四运动中文的白话字较早。1852年第一本白话字用白话字写，以前是用作官话，就是用好文、好学本、迄种汉字嘛。哦，啊内底佫足济，毋是一般生活语言。咱即本迄个白话字内底有鸟鸟带，你敢知？鸟鸟带啥物事？啊？毋过台湾人遮拢讲皮皮带，敢毋是？所以伊就叫惊甲鸟鸟带，皮皮带，对。这就叫做白话字，就一般人，你无学汉字，学晓了，你读起就知影意思的，叫白话字。这个名足水的，啊，咱教育歹用，啊，去互教育部去，啊，对，佫来你去换你的。OK， 对，我著遐大声，我家己也插。哦，是的，哦，所以这就是一般人读有的，叫做白话字。但是迄当时原来是有限，伊直接为白话字，为华本的汉字翻做白话字嘛，足济啦。所以真济读无啊。出疆，恁知影出疆啥意思？内底有出疆。出差？出疆，唔知啦。带兵走互索罗约，唔是索罗走入去一个洞内底。哦，对啦，啊，伊就写出疆啊。啊，咱大家用迄本圣经用啊久，唔知出去的出，啊强义的强，出疆。这个什么意思？啊？忍受放下。索罗伫洞内底创啥的？啊，大兵去伊甲加一块出来。出疆，哈。就是上大号。白话字就是一般人拢读有的字，叫白话字。所以台湾足济袂晓汉字的。鸟鸟草是厦门话，皮皮耍是台湾话。意思共款。皮皮耍是另外一个腔口啊。
迄个就是125啊，几个嘞？迄是阮台北真古早。对对，OK，就即马恁无伫讲啊，去互南部的皮皮沙唱去，吼，即马强势金，伊就会变台语，吼，伊伫甲我讲是毋是会当华语创台语？no， 华语伤济啊，无需要啦吼。我只请即个牧师娘甲伊遐的文章吼整理你会当上人。阮家有识台语尔啦吼。所以这网站全罗马字，吼，是这圣经规本全罗马字，你有电子档甲藏落、试落，伊就变做汉罗，吼。你较济时间较久，我以前伫创的时，就想讲时间较长，我要困以前甲试落 ，OK， 去困，今日再起来伊就拢转好啦，拢转做汉。足侪人嘛袂晓读嘛吼，你汉罗，所以阮有创汉字面顶有罗马字，就是读音。甲日文同款，面顶有空啊，吼，互咱要读会晓白话字人读起拢足顺。迄个汉字要安怎读，拢固定定地啊，吼，你无共阮求教，读无共阮求教无要紧吼。即个阮要根据肖正福牧师就是这 Common English Bible 的做法，将厦门话下巴克的圣经，规个甲改做台湾的圣经啦。即个阮伫网络面顶拢有试读，吼。白话字，我建议咱台湾人好好去学一下，以后足好用的，足好用的。OK， 来，后来这网站吼，你入去了后有9个罗马字，下骹有教育部带路。咱无用教育部采用咱这套改10%，伊变做伊的带路。咱本来白话字足好的名，甲你叫做教会罗马字啦吼。下骹迄个字，迄个导用版，迄就是你莫用导用版，导用版是无 Unicode 的人会乱买嘛。咱迄个学一点，全世界就讲咱台湾人利用咧吼。学头的学啦吼，学啊是无一点吼。OK， 好来，一寡迄有 MP3 吼，恁下遐的人毋免买这啦吼，你去download落来，家己去装就会使吼。但是迄无即个功能啦，下骹有 MP3 有无？你有迄个。咱信奉的网站叫 Copyleft， 圣经讲话叫 Copyright。恁听无？阮是非翻印必救啦。你唔翻印必救，所以请恁去 copy 互买爱的人。就讲咱即个今仔日伫 PowerPoint 的信息，阮拢创好，所有的台语的信息，咱都用北美，可能就较共啦吼。恁后尾就会使去创。阮信息所有的有谱有汉字有罗马字，即个信息 PowerPoint 拢有。恁买就是去即个 copy 过恁的 PowerPoint。咱是吼年纪拢渐渐咧大咧，我即时恁有咧感觉啦。咱要唱圣诗的时，圣诗显贵，字遐细啦，嘛对无啥着。你若从跑跑落时，大家足方便啦，唱着足方便啦，好主意。迄中华出版圣诗的人，拢会来甲我相骂啦。我圣诗卖袂出去啦。我讲你要印圣诗，爱错偌济树啊，人阮这边。圣经共款，圣经在阮嘛拢有做安尼出出下，我做有白话字，有啥物嘛遐，你着就安尼搭起来啊！你看的是足，我拢创足大字嘛吼。所以咱要看做礼拜的时会足 relax。无讲着要编圣经、要编圣诗的时候就不煞煞。所以即个内底拢有啦吼。所以我教你，会记你去 copy 啦吼。我无做啥物礼物吼，我创这马街在台湾报第二，有看过啥个少？这好笑。这我要做这时候，迄个甲新安公电视台吼。我伫南报第二的时阵，迄个罗英光牧师伫波士顿讲，因总会有一个传播中心啊，去甲伊合作嘛吼。到时伊讲要做几地？伊讲做1000地就好啦吼，伊讲伊惊袂会死，我要做5000地，吼，我做5000，因为马街便宜，互阮迄个咧40万台票啦，毋是美金啦吼，所以有法度完成即个嘛，我爱2000地互伊啊，吼，
啊，我讲你张老高的总会，你要留几地？伊讲留300地就好，哦，啊就好安怎？结果我即摆总共出23600地。迄个侨务委员会阿扁也时代啦，伊为着要推广台湾的文化、台湾啥，这去做1万地。啊，我拼互伊，即个内底毋是干有台语、有英语的字幕，我搁有创有日文的字幕，搁有创客语的字幕啦，吼、所以你会当看报地学英语，看报地学日语啦。啊，这就是台湾的文化。我将所有台湾文化即看袂到的，迄个大工电动大电头车，迄个啊，搁来重机起重，即摆拢毋知影看无，阮内底有啊。哦，伊就是感觉足好诶，所以伊要做1万地。伊讲伊敢若一地，伊讲会当迄个20箍，哦，啊，所以我拢无法摕 copyright， 我免 copyright， 你做你去创。啊，迄个啥物宏观电视台，我嘛使互你放，你甲这就是你传落去嘛。啊，所以即个我有一地啦，我小可去钱破的哦，歹势咧无要紧啦，放内底。啊，其实我网站面顶足侪报地戏，我这做了后，想要做即个圣经故事，10个故事，啊来成做一个 DVD。啊，但是因遮演的人，我这是亚湾演报地戏团，恁知影？台湾第一个上好的报地戏团。李天乐，恁拢无伫看报地啦？毋是黄志良啦，黄志良迄常滚的啦，伊这是做文艺的。啊，报地戏了一个开始就中原300年前，啊就开始抬啊。啊，伊第一届我讲来，咱来做这无相抬。啊，马介互拍嘛，先一个就倒去啊。无，你拍啊足凄惨啊！马介伫台湾，你台湾这互拍屎嘛对吼。啊，所以阮主要要表示伊的意义。最后的徛家上尾啊，迄个马介伊做的诗，翻作台语，只有迄个李嘉诚有几啊人写曲啊吼，迄条歌足水的，最后安尼甲表达出来哦，所以有引起遮大的回响。啊，我要做即个马介在台湾，我要做老的。无要紧啦，我想迄我来要食饭的时阵，我只要小可台语概念吼。我伫想，你若要讲到白话是工具啥会晓去哦，可能就是爱我另外一届啦。阮做即个10个圣经故事龙珠回头已经好啊！我搭去哦，我一年万几人看。我讲我根本来上无紧，啊！但是因李天乐的囝死了后，因一寡少年的出来，为着要拼天乐，足无用的啦吼。啊，大家拢甲印好哦，我剧本拢互伊啊吼，拢爱去改做报地的剧本，拢互伊，但是一直拖啦吼，请大家祈祷吼。即个出来了会帮助国教会，迄个囡仔的主持录啥遐吼，会帮伊10分钟尔嘛，一个故事10分钟嘛，去做遮的吼，这时间的。好，我想是时间到吼，啊，所以我计则是利用食饭的时间，我开小可好我做事。好，多谢。然后我祝福妈妈。台语是咱每一个人的哦，毋是林俊玉的，咱每一个台湾人的。联合国的 UNESCO 去调查起来，讲台语嘛，用要入教育病房，用要教育。哦，啊，所以伊讲，恁台语有遐水，所有变调到有规则的，全世界台湾的语言，哦，伊 MIT 创造了后，讲恁台湾人有责任把人类的文化资产。遐水的台语保持落来，多谢，然后我祝福妈妈。